中条都细细个白公庙有扭扭个客家门哦，了大尾系土然然偏近时个白公滩了大尾，了附近细细个会所就有10个间个白公庙系传统个客家种。不过，因为韩国呢两片群岛，了路界系分了夹个会所实系当澳洲个需要，大大运用办咧长期两片好白个水体环境，本去变得强烈，佮结合两片菜地个客家生活风貌，对双向个未来发展有很加竞争力咯。因为基本嘅村民大会就会来到菜地现场，然后村民还有相关嘅合作单位，共下来探讨，还有面对两桩议题，因为共下来去。开会了。全国的好吧，来到两片系品鉴时有百年历史嘅景恩奖哦。你眼皮咧介绍，基本特别来到两片嘅组织单位嘅相关类别咯。第一个为特别绍介嘅系了解组织嘅土然税务局嘅主任秘书，请问的请主秘陈主秘你好。现场的各位乡亲及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那我们也知道说，你下老生态环境都动重要嘅单位哦，系土然环保局嘅清水卫清局长陈局长你好。我们平镇市的乡民、里民还有代表，各位大家好。你好，哇，讲好尾讲到董长，准备介绍介嘅系对了环保生态都动有研究了解嘅，系了解生态你们协会嘅林松请先生，林先生你好。所有的乡亲，大家好，欢迎你。看到三位特别来宾，基本有老乡亲朋友，你共下来参加了个对话哦，希望做得老呢长了落海界嘅计划，做得激发出很多嘅想法。在正式讨论之前，你个记者也先来到两篇经过咧调查还有研究了解。提前我先跳过了讲条，你来了解一下，大大了路界海嘅所有长期嘅计划，佢个签约嘅情况形容版，还有两下嘅现况嘅物件，你跳过讲条，跳下来去看。桃园县政府将进行路基海政策，桃中那是去年22年冇办法用嘅双重架轨出来拆停。不过桃水头嘅平镇乡亲则表示，路基海政策应该从水头做起。你也看到安阳人啊，真嘅啊，心冇寒，你还冇。政府啊，还冇来抢救了咋？老街区上游啊，下礼拜啊，水患啊，马上就会发生。你要看啊，种下嘅话，种下淤泥啊，种下屯枪枪啊。除了小水头还有饮水危机，路基海嘅水质把关问题，还系乡亲认为要积极做嘅事项。因为太行溪系老路基海高嘅素材从工厂排出来嘅废水，老向主嘅向外流出来嘅污浊水，本路基海变作为两种色。这个向水头看，坡是黄嘅，是乌嘅，一扎一扎流下来，路基海嘅水质本人唔敢接近。特别上潭啊，如果嘅上潭特别水清咸，因为工业期间忙死。下迄工业区死起来，真问题。因特别来会刊，特别讲要做，其实讲啊，做啊，怎么做秀样诶，啊无确实咧去执行啊。啊，希望吼，你有关单位吼，莫讲拜一到拜五来检测如何？啊，礼拜拜六也按不头，要么派人来不定时的来抽检。政策路基海平镇乡亲老民意代表无分党派都当关心，希望县政府嘅路基海政策计划要从头好好做起，埋伏了嘅水源头嘅根本政策。你看到好吧，係咪真正強烈？然後提供嘅人文發展還有生活，然後關係都當相關，未當密切咯。不過可能才提提突然提起對了路界海當清楚當了解。不過你也記者也特別做了一個對路界海嘅環境紹介，而本全國嘅鄉親朋友未做得共用嘅角度來關心了解到你嘅路界海。你先來看下邊嘅紹介。桃園路基海總長36.7公里，范沿途龍潭鄉、流過平鎮市、中立市、太原鄉四個鄉市。一擺路基海政策主要係針對中立市路基海雙重開關，不過水頭嘅工業廢水問題按樣解決，引起動態嘅重視。
了落界海又按从界起理又研究界历史，对提供认为讲，汉卡是自然珍贵界保障哦。这边问题我们要特别请教，就是说这次组织的这一次整治计划的这个桃园县水务局的主任秘书哦，我特别想要请教你，像这样一条溪是地方的乡亲村民都非常关心的一件大事，也算是南桃园区的一个主要河川之一哦。能不能跟我们很主要是很重点是跟我们介绍一下，说这次的主要整治计划有哪一些概略是或者重点？好像有4大面向，对不对？比如包括拆盖等等。拆盖的这一个部分，因为在整个老街区流域36.7公里的部分，那拆盖段的部分是在整个河段中最影响河道水流最严重的区域，所以我们桃园县政府在县长的指示之下，我们就先从主要会影响整个河流的整个通洪断面部分，先进行拆除。拆除之后，拆盖之后，还有哪些后续的主要的面向工作？在拆除之后，我们会针对文化的层面，包含老街溪的上游，我们有做一个博公坛的计划；在中游的部分，有新市公园，有砾间处理，然后在我们的河岸的工程。然后在下游的部分到青埔那一个部分，我们也有做自行车道等相关的工程。但是就我们整个整治工程的部分，我们是希望结合文化教育当地的特色，我们希望能够跨局处。不过在建立这些文化特色之前，更重要是不是对于就是那个清水的部分，要把整个水体环境都要把它弄得干净来，是不是这个部分？可以我们讲一下。这个部分当然是这个必须要跨局处的整合。那我们初步的构想，因为在整个溪流的部分，最主要是源头的整治。那我们会希望就是我们会结合环保局的部分。从污染的源头先管制，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各位乡亲生活的污水部分，我们会必须把它做截流，然后再利用环保技术的处理，然后再放回到我们的老街溪上面。这边我就要特别请教我们的环保单位了哈，局长你好，我想好奇的是。源头，尤其水源头的一些污染，现在工业废水的排放啊，还有一些民间的垃圾，是不是这一块我们会怎么样来有一些具体的做法，可以具体的减轻它的环境负荷或者水质的负荷？我们河川最主要的污染来源，占大多数是我们的生活污水，大概占了55%。其次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工业废水，大概占了50%。这个是全国的统计资料哈。那我们也知道在大坑缺溪的上游段是属于，比如说龙潭科学园区或者我们平镇工业区这边有非常多的高科技产业，甚至有一些的制造废水的一些产业哈。是啊。它产生的废水量也蛮多的。那我们为了要整治我们老街溪这一段，我们环保单位当然在这个水质改善的部分要更加琢磨在这方面哈。那我们要做的除了总量管制，一个河川，它有它的一个含容的能力，所以你一个河川能够含多少的总量，这个我们必须要考量到。我们要做一个削减的计划，我们甚至要求我们这些高科技产业，你既然是在我们桃园县制造所谓的我们的产品，你会有这个经济的一个效益，但是你不能把污染留给我们桃园县的乡民。所以我们也要求，我们也要求这一些的优良的优质企业，自己要做好自主管理，甚至要求它做一个总量一个削减哈。那除此之外，刚才我们主秘也提到，我们在开盖段，我们要营造的就是我们在目前污水下水道还没有建设完成之前，还有污水处理厂。那现在有人把它叫做水资源回收中心哈。这个还没有盖完之前，我们怎么样把老街溪这一段污染的成效把它展现出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最接近大自然的叫自然工法，或者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天然的自净方式哈。我们准备在老街溪的开盖段的新市公园，我们就要准备要做一个砾间接触氧化的方式，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净水的净水厂啊，简单的讲就是最自然的净水厂，建在我们的一个
地底的所以表面下面。其实这样说起来哦，这次的老机械整治计划，清污、垃圾减量，让它的水体恢复成跟自然河川原本面貌，绝对是一个工程的最基础的主要关键哦。对，这边要特别请教，就是我们林胜崇老师，林老师啊，您看了这么多的河川，对河川的自然生态这么多的研究，跟我们聊聊这次老街市的整治计划，在您来看起来，在生态部分，您的看法怎么样？给予什么样的建议呢？刚刚我听到2位那个县政府的我们的公仆啦哈，因为我们是纳税人，我们是主人呢，他们公仆来给我们讲啊，那他是比较乐观，那当然到公仆他一定要乐观嘛哈。不过我是因为这个老街溪有几条支流啊，那我们旁边的这个大坑缺溪呢，这一条支流呢，现在刚刚局长是讲说生活废水占55%啦。不过我的看法倒跟局长可能不太一样，这里面的污染呢，真正的毒性污染呢，事实上是在工业污染呢。那这里面我们有平镇工业区，各位我们还要了解另外一个大的污染源，就是当年我们的阿扁总统呢要下跪的那个厂，就是广辉啦，现在改成友达。它的废水呢是排到大坑缺溪啊，这个水来呢表面上是干净的，但是事实上呢它是有严重的污染，它是非常有毒的污染。这个毒性的污染呢，这个高科技的毒性污染呢，各位可以上网去看一看哦，上网去看一看。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乡亲，还有很多乡亲都最担心、最害怕的事。这边我就要特别再请教我们的陈局长哦，这个工业废水的污染哈，对河川的伤害。这个当然您是专家，您最晓得，告诉我们哦，这次我们的做法，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废水的处理，我们能够做到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它的能够真正改善的有效程度？其实就像林老师所讲的哈，其实大坑缺溪大部分都属于我们工业占大多数，所以工业废水是在大坑缺溪里面是工业废水是占最多数的，是没有错。那工业废水里面最被我们民众所顾虑到的所谓的有毒的废水，就是重金属。是。那还有就是它的氨氮。对。或者是磷。甚至有所谓的一些的微量金属，它会在我们的排放水里面哈。那这个部分除了我们自己有中央的法规标准之外，我们县府现在要做的就是我们要自己要定一套自治法规里面来加严。我们的标准它比国家的还要严格，甚至国家可能没有定到的这个管制项目，我们可以在我们这一次，我们现在都已经在着手针对我们桃园县的，甚至我们桃园县的所有的河川，大概都要符合这个我们的加严标准。提高那个房屋的这个标准，大大的提高，从严这样子哈。你个乡亲朋友看到抓对面对路界海长期有按个给吧？路界海是你乡亲朋友才提个路朋友啊哈。配人呢，你动示范动嘢咧，做啲开放时间本大家来讲一下，你都要对了下路界海会长期，你都甲想法，你都去建议，还有看到甲情况系怎办？欢迎大家开始来讲一下。真治了路界海吼，其实係最重要嘅工作係水嘅污染嘅問題。按講潮嘅水叫環氧班因旁邊中氧班漲啊，人也唔會去啦。所以水質嘅改善非常重要。提點工業的廢水、家庭類的廢水，還有我們一般住戶的廢水，這3個我想環保局這個部分，尤其是我看到的所謂的礫間這一個工程是很好，但是我的建議可以在我們這一個工業區排放廢水的那一個地方，再做一個礫間的淨化跟爆氣的工程，這個會直接的加惠到平鎮啦。因為我手這一邊的資料，我們真正礫間工程是在新市國小，也就是說從延平路到新民路，總共要花的7.36億啊，這個工程費，但是平鎮都沒有受惠啦。站在我是一個市民代表立場，我極力的爭取，真正要整治，要全面性的，包括這工業的廢水，這一個家庭的污水，還有。很重要的，我們周邊要輔導我們的鄉親好朋友們呢，發展精緻農業，不要再養豬。的確是這樣哈，整治那個防污染一定是全面性的，非常非常謝謝代表重要的意見。你還有鄉親朋友對他長路蓋海，還有馬個捆發，又可以污水方面來。以我個人的想法，我們希望整個河川還有一個污水
下水道啊，因为我也去参观过我们韩国的清溪川，它的整个下水道是在下面，上面是非常清澈的水。那法国的巴黎左岸啊，那可以作为一个河川两岸一个整柱，让大家可以在那边休闲、泡咖啡，甚至于可以带动整个经济一个繁荣。这才是我们永续经营。所以在平镇段这边的污染源或者是污染的现况，给予改善也是你们的这个积极目标，希望能够做到的哦。要改善，当然我们是已经强烈的要求很久。相信环保局的话，这边也到会勘了，非常多次啊。但是希望我们县长有魄力啊，我们环保局更有魄力。好，非常好，谢谢，感谢启总，谢谢。好了，汉语乡亲朋友，来，你好。刚刚大家讲了这么多整治的河川里面，其实我最怀疑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对于现在会污染的厂商的污染水的来源节制。我今天老实讲，虽然是一个市民代表啦，但是我对于我们环保局监控这个污染来源是做得很差啦。甚至于到非常的差。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觉呢？讲呢，就是说，因为今天的水源排出来这么多的污染，竟然没有办法找到源头，而且根据我参加了这个社会运动联盟，就是做任何一种河川整治以及10几年的经验，就是说这些污染重要的来源绝对是工厂的废水。刚刚我们所长有讲说，这个污染里面有45%是我们民间的污染水源，所以现在地方的民众其实不敢利用这条水源的水。而且他说污染水源是因为我们洗米的水啦，我们一般的水的污染，这是我认为这些是非常错误的。真正具有毒性的，你们认为是工厂排放出来的废水，100%是毒性的。最后，我们再开放一个机会给乡亲朋友，针对老街溪还有除了污染源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状况是你们所担心、希望能够改善的呢？各位好，3月14号，我们的县长吴志阳吴县长已经拜会我们行政院院长吴院长他是同意，就说本来是我们龙潭的华映，然后还有这个友达科技公司，它本来是废水是排放在新竹县的萧里溪现在呢，它计划要排放在我们老街溪，那我们是坚持就是说，请友达还有华映公司。照他们原来的路线不要舍近求远，排放到我们老街溪，然后污染我们老街溪。谢谢。好，谢谢大家的热情发言。我们现在知道地方的那个关心是切切升高，针对居民这些乡亲的疑虑，你能跟我们谈一下吗？工业废水这个部分，我们能够怎么样去管控它，甚至取缔或有罚则，来让这种污染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局里面每天24小时都有轮值人员，甚至在白天的时候至少有6组人员在外面巡逻这是第一个。晚上的部分至少有2组人员在巡逻。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有一个公害陈情专线，只要民众或者是环保团体你发现有污染，即使跟我们反映的话，我们都会有录案，会有录案，然后会派人去稽查。那这边我除了要讲的之外，就是说我们除了做24小时的一个联合稽查小组的一个巡逻之外呢，我们甚至有所谓的透地雷达的这个装置，很多业者都认为说它有可以偷排暗管然后排废水其实我们那个透地雷达就是说，你可以用类似那个扫雷的那种技术，可以判断说你这个管子埋藏了大概多深，那你的管线大概有多长我们可以根据这个透地雷达的方式来找出我们的污染源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有一个天罗地网的一个措施啦。那天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甚至要求我们这边区内的，我们桃园县区内的这个大型的工厂，甚至污水处理厂因为它处理的水量非常的大，我们在他们的放流口的部分，我们要求它装设24小时的自动连续监视设备。除了数据要传到我们环保局之外，我们还要设那个 camera， 就是说防止你趁我们在离峰时间或者下班时间，甚至月黑风高的时候，你偷排废水。那这个 camera 它具有红外线的功能，所以呢，红外线就是在你晚上的时候比较不容易发现嘛所以这些的功能可以嚇阻到我们工厂，它有这个侥幸的一个心态。原来是这样。对，林老师这边的专业建议给我们提一下，觉得这部分还可以再怎么加强？
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呢。我要告诉各位哦，如果你看到污水排放，工业污水排放出来是干净的，就是清清如水哦，并不是它没有毒性，它是非常高的毒性。在2009年的9月29号呢，环保署的官员呢，在立法院回答，我们的那个立委的一个质疑的，华映友达，华映它的毒性物质管制呢只有3项。友达是11项的样子，11项的13项。那我不晓得我们这里的那个友达呢，它的管制的项目是有多少项？我们知道有一些没有管制，事实上是非常有毒的，因为未来这一条溪呢，准备开盖，准备做清水空间，让我们去亲近呢。那我是非常的担心，我是希望要做健康风险评估，因为这个毒性物质呢是看不到，但是你吃下去会死啊，会致癌物啊。那这个面板厂的毒性物质呢，我想各位如果有在关心环境的都晓得，在过去这几年呢，过去这两三年呢，环保署长呢天天在跟环保团体呢在开杠什么事情呢？就是中科3期呢那个友达它的面板厂的污染呢，是不是应该怎么样？他说我环评过了啊。最后，最高行政法院说，你这个环评是乱做的。我想到林老师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健康的评估这一点，请健康风险评估。健康风险评估这个会不会是纳入我们也一样在监控的一个指标之一呢？健康风险的部分，当然林老师讲的就是我们在环评的阶段就应该做严格的把关哈。所以现在据我了解哈，环保署在做环评的部分，只要像这个高科技产业，它在设厂跟环保署申请环境影响评估的审查的时候，这个环保署都要求再增设一个叫做健康风险评估的一个小组。那小组的意见呢，再提供给大会来做一个参考哈。那在中央是这样做哈，在地方的部分，因为这个属于国家重大投资事业的部分，这个环境影响评估的部分统一由中央主管机关，也就是环保署来做审查。那我们地方环保单位是属于中小企业的规模的部分哈，我们也可以把健康风险评估的部分纳到我们的环境影响评估。所以那个资料可以原件拉进来，当做我们的评估之一吗？可以，因为现在民众比较担心说，会不会影响到我的身体健康安全，或者是刚才讲的饮用水的水质的安全。这个因为重金属的部分是会累积到我们体内的哈，所以我们不想说，因为这些高科技产业在我们台湾制造这么多的经济成绩出来，但是也必须考虑到我们在地乡民的身体健康，这都一定要考量的。我了解了，所以河川。你讲好把个生态自然个控制还有安全，完全系需要靠国家单位还有各方用嘅力量，强下咧监督，强下咧控管哦。还个上半场你咧讨论就系特别针对那个污染源，还有那个好把按澳洲运用办咧规则嘅问题。当然，民间嘅力量也系非常清清嘅力量哦。下半场你又特别咧调过安样嘅民众开放事件，你边大家讲，你地方嘅民众又系用办咧强下维护你嘅路朋友、路界海佢嘅发展还有未来哦。你先协看一下，眼皮个种咧，你看条路界海嘅未来嘅發展，係要佢温下兩項嘅方面咯。你先講下眼皮個盡量現狀。
随即强烈嘅要求做到最大嘅努力达标，去做到最好之外，还会加上嘅系融合才体嘅文化特色，还有顺发嘅内涵，本期有罕卡发展嘅竞争力咯。所以下半场呢全新要强烈嘅新界里边，佢哋会强下来探讨来提凤党用办来发展罗界海嘅文化景观特色咯。提前呢为大家稍加建议，罕加田义聪呢个特别里边，提价系陶然然新向发展区嘅林滚明科长，林科长你好。各位平镇市的市民，大家好。你好，天然水少界系印尼俩偏景市公所界主任秘书李超基，李先生你好。各位我们平镇市的乡亲，大家好。都非常关心提供嘅当代事情咯，他讲讲到土壤嘅文化还有生发菜地嘅情况，最了解嘅就是俩土壤人沙区演出协会嘅母秀体质品种。吴先生你好。乡亲大家安做，大家好。印尼俩罗界还有洞桥嘅历史系印尼乡亲提起嘅老朋友哦。材料景观方面，大家最关心嘅就係講見人把水質變到強烈之後呢，它可以做用把個規劃讓發祥變讓本地變得更加好哈。第一個問題我要特別請教林科長，就是說可以跟我們談一下嗎？這次城鄉發展的針對景觀這方面的設計跟規劃，針對老街市整治計劃有哪一些具體的做法？在平鎮的這個部分呢，其實主要在這一整個計劃裡面，是以新市公園這個部分當做一個主要的一個景觀的一個改造點。那透過整個連接橋，從舊社公園連接到新市公園這樣的一座人行橋，然後把這個新市公園的部分透過整個綠園道可以串聯到整個中壢市這邊的一個光明公園，把兩個大概都有6公頃的這個公園把它串聯起來，那民眾就可以從這個地方，從平鎮的這個新市公園很棒的一個公園的改造完成之後，可以連接到未來的2個公園的一個部分。那未來在這個光明公園裡面呢，還有另外一個計劃是會針對在光明公園那邊會設置一個運動中心的一個計劃。那平鎮的這個市民也可以透過這樣子一個部分呢，可以串聯到這個光明公園去做這個運動的一個部分。那這整個計劃其實是一個，所以主要的訴求感覺很綠色哈。對，是。那我們就好奇，我們請這個呂主秘跟我們講，我們平鎮在地怎麼樣來看待這樣一個景觀的設計，或者說他這樣發想的創意呢？謝謝哈。有關老街區的整治，那麼在人親水的這個景觀的部分哈，我們認為說現階段的整治計劃，它偏重在中壢市，那麼屬於都會型的整治，但是不要忽略了我們平鎮市的老街區河段，那麼從大坑缺溪到博公潭以下，其實真正美麗的是在我們平鎮市的老街區河段，它都是屬於天然的河道。那各位可以看到，它的扣除我們前一段所討論到的水質水體的問題不講，那麼在陸域的生態部分哈，在沿線的這個河道的部分，其實是非常豐富而多元的。所以說，真正值得來保存並且來加以整理塑造的，其實是平鎮的這個中上游的這個河段從大坑缺溪到博公潭，那同時，在這個河段當中，其實它有很多的歷史故事可以講。那包括以前先民的抗日的故事，胡老井古戰場、虎頭崗、八角堂等等，其實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可以談。好豐富哦，哈，聽起來。哎，那我們好奇哦，這麼多的那麼豐富的文化內涵，吳執行長跟我們講一下，你對這個桃園老街溪非常了解，跟我們講它文化的特性跟價值是什麼？其實講真的啦，我談到老街係對人家菜廳的關係，重點出一隻叫做按神法的關係啊。所以講今日做乜啊睇一個，我哋嚟去坐，同大家講，同漢地見到面的壯觀講法呢。除了神法，其他都按所有太講嘅神法。剛頭前個林老師沒有提到講，韓國做東神宮的經驗，青海川的長治的經驗，因為長治神宮，佢個始終喺邊韓國的總統，你。現狀美食都很貴去取經哦，當然希望佢成功，將來繼續有很好的前途。但是兩片嘅文化特色又比韓國還強嗎？但是我喺重點就會講，那期間的過程，你冇看到韓國的青海川冇6公里，你落去還叫6公里，從龍潭到太原出去34公里，按長哦。6公里韓國人花了2年半或3年的時間去做，你現狀準備了突然花幾長的時間來做呢？迄假使冇按長的時間去了解所有菜廳的想法，當然，古種係講，落去海龍，你菜廳最重要最關係，點解咪最神法啦？
头摆伫遐位河坝拄伫个作黄的树水，河坝顺势散夫，遐就说是遐做的嘛，梅芳做的嘛，系无？安尼生法被改变脱咧。中途嘛，甲中途出甲遐安尼主密讲到河坝顺和东江的禁止落物、骨架，韩国落林落沙，但是新疆龙人采听的生法越来越严的哦。比如讲，像安尼采出当多装逼病啊，还那了解落个海，那个落个海每条太行。大坑缺西天天哦，还有一条啲山人南北讲过来哦。那落个海，他家啦就讲，外啲落个海虽然头出世，但是唔细唔知几多河坝安做落个海。当到虽然讲掠海落个海，迄掠海咸的，但是像陈东亮先生讲的，掠只安做鸦片烟潭，掠只安做强马潭，菜天然甘地，虽然无人地的，掠就故事那边来。所以一行中，你弟的。所以绕你明把想个宪法是最密切的，对不对？所以不可能脱离人的生活。两片就会溃风险冲哦，而强门向前，你都要采罗盖海嘅顺条新总台的哦。那我你讲一下，罗盖海对你嘅感情，还有罗盖海对你嘅宪法其实系嘛嘅？卡就来讲一下，分享一下你嘅经验。我嘅感觉，洪水的处理是最重要的，因为呢，我嘅城市里一节嘅卜啊，还蛮有做，390半年的时间。那莉台风的时间，重台一节就补一节，都91年的时间，又重台一节又补一节，南外无重台的又还无做，所以讲，我是希望讲水患嘅问题，也系动修很重要嘅。洪水，非常感谢。然后我就非常。等下你个问题吼，还会强快不讲？来当时，然后安尼好吧。下一节嘟嘟按一条太路，下一节走到暗江，水暗江。但是呢，隔一条太路，两节杂草丛生，河坝保住冇做，唔对安样办？俺哋的主民，俺哋的市长吼，实在讲唔对安样办，对俺哋城市里的里民来交代。好，爱弟的非常感谢你。还有乡亲朋友，出在对水泛了的问题。感情的部分，还有俩对俩生法基础嘛个。就像博公坛，就像老师刚刚所说的，其实博公坛它是一个很好的文化，它有3个土地公在一起，我们可以去发掘这3个土地公为什么会在一起，而且这旁边呢有很多的植物，也有很多的生态，值得我们一一的去做寻找。所以，我哋系因为也系生态度动丰富，它就向起路中背做，得让你讲下，跳过嘅路街系用蛮用嘅，对你哋生法有蛮都有影响。你卖股。该很多工业区排的废水啊，一般排下来嘅所有的下游嘅耕田嘅啦、种菜啦，种菜也唔是无一个咧唔会输神吼。也是菜吼，对人家农民的一个生活的生态是影响生态。不过，你嘅生法落是全部系咪全部都靠路街海喏？系啊。系啊，用办做喏。佢就个排水排好你所有的。下游的所有嘅蓝河沿嘅水用去天全部都收成的。所以起到东盘地吼，按河嘅好把。如果你个河川应该做按河水，应该水要解决，应该污水污染到应该嘅农民吼，对农民的生态种菜通都完蛋啦。啱啲咧，非常感謝你嘅阿伯。咱也看到了，路街海順條有當多嘅火風民屋哦，做得講一下，了啲客家厝區起落。对，安尼个两片落好吧，又嘛个特色文化发展做得讲。伫安尼是两条水吼，经过安尼客家大家当关心的两条水，有来客家非常有缘。可是咧哈来讲，因为破坏部分、韩国污染部分，大家变行唔减去诶。所以讲安尼我用去守护安尼两只客庄，用去守护诶老街区，安尼啲消费。在其他学地方都有当多的课程，大家来共同来探讨老街区的守护。从嗰种铁马队来讲，去现场的记录讲一条河坝都在有八百片，有乜个事情改善了冇？所以在你哋沙滩咧讲，一起都保护那个路街系真紧达地，因为佢为了个文化提升发展系动重要嘅哈。非常感谢肖先生，乡亲们特别提到，其实呢，就是他们觉得说，大家都是生活在这个地方上，然后跟这个河川息息相关的人，所以现在在整治的计划上，到了中后端要来做景观规划的时候，结合这附近周遭的人文景点也好，自然景观也好，我想进一步请教，就是说，像除了是公园绿地化这样的结合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想法吗？会怎么样再来做？好，首先跟大家说明了，就是在整个我们第一阶段的这个河段的部分呢，我们除了这个整个景观的规划之外，哈，
那我们针对于老街溪整个改善完成之后其实沿着老街溪在都会段的部分沿着老街溪本来新建的一些房舍那它本来大部分的这个后面就直接面对的这个老街溪的部分。那我们针对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有一个计划，希望透过所谓的整建维护计划来协助民众来做后面的这个整个景观的一个改善的部分。那这个是属于比较这个都会段的这个部分那比较乡村段的部分往上游跟往下游，其实大园往那个大园这个方向的部分其实是透过整个城乡新风貌的一个改善的一个计划。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计划，不管在配设自行车道或者其他的这个景点的改善的部分，那这边我们其实在我们的水务局还有其他的相关的单位都会提供这样的计划。那我们会跟中央来争取这部分的钱，来持续做这个部分的一个改善。我知道，李行长，你听下共同民间嘅参与係最重要嘅一部分参与嚟講，你係咪做得提出某個文化建議，對呢個老街係嘅文化形象嘅品牌打出去？老實講，一條河壩障子完全要靠政府，老實講係真難嘅啦。按你來要求政府咩唔得當，採重點嚟講，採天用辦對佢重心有感情。但是你喺談到從頭先談到每，啲講你喺政府可能按算啲總額嘅部分做障子。雙這個部分人很啲手講安全，然後水土污染嘅問題，下步一定要做休閒嘅工廠，但係落差動態為數。佢說對俺平鎮市民來講要萬農嘅河壩重新回轉變成俺生活最重要一部分。嗰度沿岸嘅文史景點主題唔係工具呢，係本來做俺生活啲都係養分啊，一種重點係永遠做唔得改變嘅啦。佢說接下來做出嚟講。除了政府以外，採天然用辦持續來更加對人的一條河壩兩片所有的人文、故事、自然、生態有更加層面的認識，也應該重點，也特別應該政府啲嘅嗰隻河川整治計劃特別多，而保落去規劃考量張出嘅。對，吳老師他的意見是說，其實這些周遭的一些民屋、客家的伙房，不只是文化遺產而已，更是地方民眾生活的內涵我們平鎮這邊怎麼樣結合在地的這樣一個特色的生活內涵，來在整治計劃裡面展現出它的特色？回應剛才吳老師所提到的問題，那整個資源的配置必須要有一個合理的分配。那麼在資源的配置上，不應該造成擴大城鄉的差距。那事實上老街溪值得保存跟回應的部分值得來做的部分是真正我們在中上游的這個階段，中上游的這個河段再一次重新強調，就是我們有豐富的生態，有美麗的自然河道，但是我們唯一要做的，唯一要困難克服的是有關水質水體的整治的部分。當水乾淨了，整個老街溪從上游開始到下游，那麼它的河水就可以變得清淨。那我們的人民，我們的人就可以親近老街溪。那也希望說縣府在接下來的分段整治的工作當中，希望說能夠從中上游開始來處理。那麼水質的整理是我們大家共同的願望。科長，民間的力量、民間的意見，我們要怎麼樣來融入，怎麼樣來結合呢？這方面是不是他們的意見，你們也是重視的？其實在民間力量的一個整合的部分包括其實整個叫做社區規劃師的這個整個參與其實這個縣府也一直在推動這個訓練各種地區的這社區規劃師他們可以透過這個提案的部分來爭取中央這邊的一個補助的一個計劃的部分。那當然民眾的力量的一個整合，其實除了這個在提案的過程當中那針對其實整個老街溪的整治過程我們為了這個老街溪這個第一優先階段的部分其實我們在當地的我們當地有弄了一個駐點的一個服務站。那從這個駐點服務站的部分直接來跟民眾來做這個部分的一個溝通的一個協調。那所以整個這個在都會段的老街溪的整個開蓋的過程中，其實我們中間大概已經有辦過了10幾20場的這樣的一個討論會、說明會等等。那其實民眾大概也都會知道這個未來的這個整個的一個在都會段的這個部分。那剛才有提到了，就是比較這個不屬於都會段的這個部分其實剛才有提這個主秘這邊也有提到，其實這個部分就是透過景觀的營造，或者是社區的共同參與的這個部分，可以來慢慢的把這個自然河道以及文化的部分慢慢把它呈現出來。那這個部分其實縣府也
在后续的阶段会持续的投入人力跟资源来做这一整个的一个处理。所以其实乡亲们的意见在我们的整个计划里面也是占了很重要的一个比例哈。他们必须用他们的想法，因为他们最在地是最了解的嘛，所以这一块算是很重要的资源。两份快fon事件本睇下乡亲朋友哦，你个乡亲朋友，咱做啲都讲一下嘛，对罗盖海嘅长期采田因还有用办采田嘅观点。那我在这里要提一个建议，就是说县政府的资讯公开还要加油。第一个要成立这个老街溪专属网站，哈。那第二个网站呢，我们在座的伙伴很多人可能都不会用，对不对？所以呢，希望能够透过平镇施工所给我们的村里办公室尤其是沿街的，主动给他们资讯。那么大家关心我们环境的整条溪的整治，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刚才主秘说的水质水体的保护。污染的整治才是重要的。谢谢你，谢谢。还有乡亲朋友，针对了解罗盖海哈，你对还有哪个采提观点，还有小李都做得讲。来，这位先生。整治老街溪吴县长也听到了哈，当然都给种了，给加盖已经在动工了，已经在做了。但是最重要还源头品质呢，大坑溪的开始挑到新荣国小的公园的新市公园给2段当然自然生态，刚才主秘都有讲的自然生态非常重要，一定后续一定要积极来做非常感谢了解欣赏，水质关问题来了解欣赏。我想在这边建议第一点的建议就是说我们的工厂排放废水要加强管理去执行去落实去管理它。那个废水产生那个镉譬如说我们那个建安里那边就有一个做那个农药厂的那个名字我不要讲，你们去调查那以前有那个记录。它带来什么危害呢？那个是什么活性嘛那个农药是日本最毒的地方拿来台湾做的，我这边特别要强调那产生镉马上对你们身体都有问题所以你们现在的生活都已经跟过去完全不同，完全是受到影响。对，那我要简单的讲，给我3分钟时间说明白一下。请用1分钟，谢谢。好，来更精简的来把你意见表达出来。那现行我们那边的居民那个水我看起来，我每次在那边勘察，好脏那排放那就是俊宏路那边往那个俊南路那边，经过那个老街溪嘛，所以老街溪它不会干净嘛，你如何去整治它？那是源头的水嘛，石门水库本来水就很干净的，所以源头的水源清理是现在最关注的问题，对不对？那就是他们的排放工厂没有落实集中管理，你要把它区分，你上面要有智慧那个地方政府要有智慧，把这些的毒品的东西看哪一个地方去做一个处理。非常重要，他就给大家乡亲朋友做啲体重，一定要给采提观察，要了解小姐。睇下从影片中去看到安尼个路嘅海沿岸所以看到有300公的白公炭，喺从台湾譬如看唔到嘅地方，专呢条平镇市长有嘅特色。唔过呢，当可惜，喺做只吊桥，因为300公无如何来串联。迄做只吊桥来串联300公，本然做行通的话，安尼还有特色。安尼条沿岸有当多的白公，大家做农行做好农行事业，专门为到白公下来处理。所以对白公嘅感情系动心，你系肯定特别嘅感情好，非常感谢你，系来介先生。我创个大音就系准到佢只准嘅创个就喺度行看了片上按讲，不过好把是看唔得另一点这个确实大家会失望啦。好，安爱地的非常感谢先生。好，我们大家还有时间会再开放给现场乡亲。这个问题大家提出来了我要特别请教林科长。我们都知道你刚刚说的乡村段的建设，其实它有很丰厚的农村资源在里面。他们提到包括国工还有现在地方民众也有所谓的教育导览、文化导览这样活动。你觉得这些景点或这些文化遗产，或者是这些民间地方，怎么可以做串联在你们的规划里面？
首先回答一下那个理事长这边当然有提到了几个跟民众沟通的部分哈。那刚才提到了这个网站的部分其实县府现在已经开始着手在进行哈，还有后续的部分，其实这个部分我们都会来继续做执行的部分。那有关刚才主任提到的就是景点的串联部分其实这个部分是需要比较完整的规划。那刚才我们水务局的这个陈主秘他有提到整段的这个老街溪的整段的这个景观的改造计划跟河川的整治的部分其实是在之前的计划里面，它大概有选择了6个点的部分来做这一整个的串联。那博公坛绝对是它最重要的这个部分的一个点，所以透过完整的规划，可以把刚才相信提到了比较重要的几个部分来做这整个的串联。可是整个的景观改造其实是要面状或者是整个线状的改造，因为你点的改造的部分，其实它没有办法。没办法形成一个比较完整性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所以未来一样嘛，要朝线状的方式把它串联起来，或者是面状的部分来把它串起来，这样子的部分呢，才会造就整个老街溪从上游、中游一直到下游的整个的环境的一个改造的一个部分。这样，主秘我知道我们平镇是文化造势这方面你跟我们讲一下文化方面的营造，我们会怎么来做，怎么来配合呢？平镇市是一个道地的客家村庄，客家庄，那么。我们期待上级在执行老街溪的整治计划的时候，那么能够顾及到乡村段符合平镇市特色人文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整治计划，那么让我们的从根源着手，让我们的河道景观以及我们的水质水体都能够得到根本的改善。那么在这一段会是一个非常美丽而且非常宜人、非常清水。能够重新建立我们跟河川的感情的一个整治。那希望县府这边能够协助我们地方上我们平镇市的乡亲共同努力来完成这个目标。谢谢。执行长，其实我们听到你谈到，其实你下让政府那边个规划，还算下整体个一个还像后续类安样，产业采体个观点类款你还有哪啲实质的系做得做的系做得可以聚焦的呢？其實假設有個目標，並且重新對那路嘅係展開新的認識方法動多。比如講，像剛才吳校長提到的，其實你的導覽隊培育很多嘅導覽志工，那係一種方式。但係一種方式係政府當重要來做的。你也看到個前海傳當成功嘅經驗，冇但係看到佢哋拆改拆體，企劃拆得做安慰呢。佢哋2年開飛開得4000床，像按今年嘅草壇飛社會嘅草壇飛開得700床。你政府做了點嘛冇？佢每日當他家啲位錯了，唔係政府判的啊，係下家天水台判的啊。政府有判過冇？政府冇判過。政府完全冇認真，即係差點相反呢。假使冇任何接觸，當然嘛係冇。佢說唔該，佢每人講太行去海，太行去海，天主黨唔係下太行去海啊，天主黨係下平鎮海啊。如果落嘅海，那一條支流都係算北勢海啊南勢海，雙子係講等潭海咧。都喺條河濱有幾多隻名嘅，佢反映到嚟講，每隻位數人對條河濱認識、留生活嘅關係係無強啊。假使冇係優秀去做，政府出安尼出隻政策下來，我做當危險，真係當危險。所以一項種採慣性㗎，它係會很細膩的動作，很細膩的每個過程去關照。主每個事件，你個規範主每個現狀像今天你講下，係做得提出你都個建議，一個先生。我希望你政府萬一責任強力嘅環境，因為細細做落去河壩抽水嘅，米旱嘅，作塘式陽光，當清嘅水，一下工業帶來你就身體會影響，一下我也有責意見，我也進行你嘅調節啦，有個扶勞金，抗疫戰爭嘅扶勞金。也有嘅日本嘅北角塘，嘅有嘅抗疫戰爭嘅八十嘅角，也有嘅太行嘅上去嗰邊，當到係歷史嘅，所以講我哋位總嘛會有上下嘅，唔係都市當然上下也本嘅水咩都按我做，我希望日政府最近完成北上本後台有責文化那個生態教育的那個嘅地方。冇問題，非常感謝。那我感同簽做咧，準備個規範是改向前，還有嘛建議有聽什麼？請講。好，我們今天呢，我們大家都講到老街溪整治其實老街溪整治
讲来讲去，其实老实讲，对我们平镇市老实讲，这没什么好处啊。因为老街区整治哈，其实现在整治只有到博公堂往下而已。今天讲只有博公堂往下而已，博公堂往上，大坑坎西还有南势溪这边，这上游啊。 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说要整治，只是整治的那个博公堂往下而已。所以这个范围纳进来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说你博公堂往下整治，对我们平镇市有什么好处呢？对我们在座这些有什么好处呢？而且我们这次整治的，我们污水处理厂哈设在那个南市对吧？新市国小那个新市公园。我们污水处理厂，平镇的污水处理厂，在我们那个华运还有那个广达那些排出来的工业区排出来的废水，经过我们平镇市，我们是那个二等公民吗？受害的是我们平镇市，结果那个污水处理过了，才排到中立去，因为污水处理厂设在那个新市公园那边。是，我知道这位大哥，所以他语重心长啦哈。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哈，非常谢谢，我会把你意见再次的转达，谢谢。我们现在就要做一个总结，把这个宝贵珍贵意见啊，我相信我们来宾也都谈到了哈。其实你好，包含係自然生态，还有污水处理两方面，最主要还有文化景观的创造，这三个重点是乡亲们永远最关心的一个永恒不变的价值哦。现在节目开始跟事件。 每个三位来宾哈，30秒短短的结论，再跟我们再次的讲一下说，对这个老街溪的整这个综合的一个我们大家长远的未来跟计划，就是说对它的期许。我想整个老街溪整治哈，水的整治跟水质的改善是第一要务了哈。那改善完成之后，其实整个文化景观的部分哈，是透过景观。 大家共同来营造的一个方式来处理。那县府在这个部分一定会尽全力来跟民众沟通，然后投入相关的资源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改善。品质是共所这边呢？老街溪的整治应该要兼顾防洪治水，那么以及历史文化、老街溪的过去、未来，那么还有关城乡风貌跟清水设施的一个设置。 那么同时，我们也期待说，老街溪的整治工作能够由上游往下游来执行，那么确实建立我们平镇市河段对于老街溪的感情跟亲近。谢谢。非常感谢。啥可以已经出来封面呢？简单讲哦，然后他甲乡亲建议上的充电座，没有按照什么样去河巴博，去个栏杆，做到有多斯，有那有进步哦。背后叫做原体哦，乜原體呢？做成發地方都用呢條河板用辦去歌場，用辦去進行。呢大部分呢條故事真係最重要嘅，影響人哋自用演員呢，也希望大家共同來面對，是嗎？好，我應該提啲咧，填充還係唔係要？哦，你解林先生對下，你解裏邊，然你講一下你主點解意見？我想很簡單的補充一下哈。 那个首尔市长呢，就是现在韩国的总统呢，为了整治清溪川呢，亲自主持了743场的会议啊。那我认为这一个东西呢，我希望吴县长呢，至少主持100场的会议。譬如说，来到我们平镇，从上游到最下游，都必须要办很多场的说明会。 跟民众来沟通，用魄力、用技术没有办法处理好。我可以告诉你，用魄力、用技术没有办法处理好，一定要用一个公仆的心，跟纳税人、跟主人、跟这块土地的主人要去沟通。县长为啥都要来敲卡了？哈，我的意思讲，他其实还要来跟他沟通。我知道，非常谢谢林老师。其实啊。 资讯自行该用快条面啊，你系动作，还有充分嘅讨论。你基本嘅村民台副节目看到现场嘅村民还有类嘅相关来宾，都动非常关心你嘅事情咯。喊卡大家对话咪动激烈，请现场大家对了解罗界海长期嘅话嘅相关嘅话，啲嘅热心参加哦。非常感谢乡亲朋友收看今日嘅节目，喊卡也会持续对了也有充人嘅关心，也会持续请现本大家了解。喊卡乡亲朋友也唔记得下20礼拜5重阳时间，你村民台副喊日国家客家种，共下咧。 关心台湾嘅特色事情，非常感谢大家，再會。